喺澳門南區有8個地區坊會日夜守護街坊，但係喺坊會遇到棘手嘅難題時，總會有一個可靠嘅後盾。佢哋就係街坊總會南區辦事處。哇，咁齊人嘅！喂，珍姐，主任，今日又辛苦你啦！區辦咧，咁就地區8個坊會啦，其實係並肩同行啦。當社區上面發生一啲問題啊，或者有啲個案佢哋自己解決唔到嘅時候，或者想我哋辦事處去協助串聯一啲政府部門嘅時候咧，佢會第一時間就會諗到我哋嘅辦事處。咁啊，2個時間都揾唔夠業主，定啲咩圍欄啊咁樣嗰啲咯，圍欄欄。如果冇畏高嘅話咧就還好，但係如果有畏高嘅話咧，踩落去咧其實都平時嘅一啲會務工作嘅一啲協助啦，我哋都會提供支援場地嘅協調啦，甚至係舉辦活動嘅後勤工作嘅保障咧，我哋都會幫助坊會嘅。呢度係坊會最強大嘅後勤支援，無論需要協助坊會定係政府部門溝通，定係協助政府部門解決社區問題，南區辦始終同坊會並肩同行。好似舊年嘅黃平記大廈電箱起火，全棟停電，下環坊會即刻去到現場安撫居民，並且聯繫南區辦事處共同處理相關問題。咁呢件事呢，我哋下環坊會呢，只不過所做嘅都係聯絡啲業主，但係實際嘅要做嘅嘢呢，比如聯絡電燈公司政府有關部門啊，我哋都需要南區辦去幫手。所以就呢一個黃平嘅大廈火燭呢一個事件呢，更加體現到南區辦同埋所屬坊會嗰種協調啊、合作啊呢個重要性。昌樂大廈水壓不足，困擾咗居民半年。10月初5街坊眾互助會收集每一戶嘅情況，南區辦就揾自來水公司同埋政府部門開會，最終促成水管系統全面檢查同埋升級，居民終於唔使再碰水上樓。幾個月啦，真係彷徨咗幾個月。天冷我哋都冇辦法用到個熱水爐去沖涼，洗衣機又更加唔使啦。佢哋當時街坊會落嚟睇，我哋都係拎個桶盛水。見到個平姐當其時咧擺咗好多個盤喺度接水啊，因為咧佢可能係沖涼或者洗衫嗰陣時都要用大量嘅水啦。咁我哋就將個 case 就去揾我哋個南區辦事處，揾我哋同事一齊去跟進。咁啊，南區辦就起咗嗰個作用去協調咗個工作咯。南區辦同坊會多年攜手，已經建立咗深厚嘅默契。前線嘅坊會最懂得街坊嘅需求，後勤嘅南區辦精通政府運作，前後配合，等社區問題迎刃而解。正如我以前有個朋友同我講啦，如果係個醫生嘅話咧，佢係醫治一個病人；如果係社區工作者咧，佢嘅目的就係要令呢個社區嘅運作咧係有條有理。社會上面不滿啊，或者係有啲意見嘅情況咧，我哋要盡量梳理好佢。咁我哋個角色咧，亦都好似醫生咁樣，我哋係要修復翻呢個社區咁樣嘅。全部都積晒啊嗱，生晒鏽啊嗱。啲人行過，一個人都行唔到，你有個人對頭就行唔到噶啦。我成日同啲街坊講啊，我哋嘅堅強後盾就係街坊總會，再係其次嘅後盾就係南區辦。喺南區，冇一個問題係靠單方面能夠解決，坊會在前，南區辦在後。呢一種居民、坊會、南區辦、街坊總會同埋政府部門嘅協作網絡，先至係社區最實在嘅保障。